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粵語焦點，我係阿靚。唔接受降薪就要寫檢討書，你哋有冇見過邊間企業咁樣逼住員工接受降薪嘅呢？出咗糧單之後，份量冇咗一半，冇商量，冇緩衝，減薪10%到50%，就好似一記門棒打落嚟，打到成千名員工頭昏眼花。呢個曾經令無數年輕人喊住我為籃球狂嘅晉江鞋王，而家卻身陷1.3億虧損嘅泥潭。面對中產唔着、窮鬼唔愛嘅困境，曾經嘅鞋王該何去何從呢？從晉江作坊到港股鞋王，上世紀90年代嘅晉江，空氣裏彌漫住橡膠同埋夢想嘅味道。匹克嘅第一家工廠就紮根喺呢片製造業嘅熱土上，機器昆明聲中，年輕工人抬住一雙嶄新嘅波鞋，廠房外嘅廣告牌上，令中國嘅小朋友都能着上好鞋嘅標語樸實又熱烈。創始人許景南帶住令中國人打出屬於自己嘅波鞋執念，走南闖北簽星球員投賽事，將嗰個醒目嘅三角標誌貼滿咗 CBA 嘅賽場同埋中學操場。2029年係匹克嘅高光時刻，香港上市嘅當日，泉州老街掛滿咗紅燈籠，一代鞋王就咁樣誕生啦。呢個時候，匹克嘅門店比便利店仲密集，年輕人買波鞋必睇三大品牌，匹克始終在列。從2005年到2012年，連續7年圈手 NBA、帕克、巴蒂爾嘅簽名鞋，一度能溢價售賣。籃球成咗匹克最鮮明嘅旗幟，亦都令佢同安踏、特步並稱晉江三巨頭。嗰幾年嘅匹克係泉州嘅驕傲，廠房燈火通明嘅夜晚，工人加班趕工嘅身影，球場上少年們着住匹克嘅波鞋奔跑嘅樣，構成咗一代人嘅青春記憶。冇人會諗到呢份輝煌會喺短短幾年內悄然退色，退市嘅鐘聲成咗轉折點。喺2025年9月，匹克員工群徹底炸晒鑊。出糧前4日，一則口頭通知打破咗平靜，總部員工按薪資等級降10%至30%，直營銷售直接降薪50%，並取消業績。更離譜嘅係，拒絕降薪嘅員工就被要求寫反思檢討書，唔寫嘅話就停薪處理。有員工就係唔寫，9月工資果然冇咗蹤影。即使後嚟補發咗一半，人心早已涼晒。管理層俾出嘅理由好直接，公司蝕啦，只能降薪。2025年1月至7月，只係內銷直營板塊就蝕咗1.3億人民幣。為咗回籠資金，匹克被逼賣咗山東、鄭州等盈利嘅直營分公司，甚至抵押固定資產換錢。但就喺員工為降薪閉翳時，另外一則新聞令輿論徹底沸騰。匹克向泉州慈善項目捐贈1億人民幣，有錢捐慈善，冇錢發工資。網友嘅質疑好似針一樣扎喺品牌嘅心上，亦令唔尊重員工嘅標籤牢牢貼喺匹克嘅身上。呢場降薪風波暴露嘅唔止係現金流危機，更係家族式管理嘅硬傷。創始人許景南一手打造嘅匹克，管理層幾乎都係屋企人，大家長拍板嘅模式喺創業初期高效，卻喺精細化運營時代徹底失靈。1.3億虧空嘅背後係盲目跟風嘅直營擴張結果。睇到安踏、李寧嘅 DTC 模式成功，匹克就攞住2021年攞到嘅15億戰略投資，瘋狂開太極體驗店。但安踏嘅 DTC 門店紮根喺北京 SKP 等核心商圈，匹克就選擇咗縣城步行街。安踏有完善嘅數字化系統，匹克就連線上線下嘅貨品都無法統一。非核心商圈嘅高租金加上寥寥客流，令直營店成咗燒錢黑洞，庫錢周轉更係雪上加霜。老派嘅生產思維令匹克一次生產幾十萬對鞋，卻忽略咗季節同埋市場嘅需求。
庫存周轉天數高達180日，倉庫入邊嘅貨要半年先可以變現。當直營虧空、庫存積壓，佢哋冇選擇優化戰略，反而將壓力轉嫁俾員工。中產唔着，窮鬼唔愛。窮鬼唔愛呢句網絡上嘅調侃，精準戳中咗匹克嘅命門。而家匹克深陷價格同埋定位嘅雙重尷尬，中端市場缺少亮點，高端消費者嫌佢唔時尚，低價市場又有更平嘅替代品。有人行入匹克門店，睇完價籤，轉身就去咗隔籬嘅李寧或者361專櫃。畢竟同等嘅價位，後者嘅設計同埋營銷更明年輕人。年輕人追聯名、睇設計、愛晒圈，但匹克仲喺反覆宣傳科技材料，主打產品仲停留喺功能型嘅階段。2018年推出嘅太極科技本身係翻身嘅好機會，推出1.0跑鞋51秒售罄，市場反饋熱烈，但匹克硬係冇接住紅利。既冇趁熱打鐵豐富科技產品線，亦都冇夯實渠道，反而將融資投入咗低效嘅直營擴張，令太極最終只停留喺拖鞋同埋入門級嘅跑鞋上，仲被戲稱為工程師嘅審美。曾經嘅 NBA 合作之言冇留住，簽約球星頻頻翻車。喺2022年維金斯打總決賽時，身為匹克嘅代言人就穿住勁品嘅波鞋，理由竟然係新鞋冇及時送到，實質係品牌吸引力下降。依家匹克嘅籃球之言只剩德國、伊朗籃球等擠就嘅隊伍，曝光度斷崖式下滑，賽事贊助更係節節敗退。喺2023年大運會、亞運會無緣合作，只能執個學生運動會。喺2024年巴黎嘅奧運會，安踏攞低國家代表團嘅領獎服，李寧手握乒乓隊資源，361亦都有專項合作，而匹克只有摔跤單項同埋小國奧委會嘅零曝光資源，質量問題頻發，更係雪上加霜。喺2023年拉鋼箱因安全性能唔合格上黑榜，復檢都冇通過。喺2019年校服嘅繩帶同埋標識唔合格，2025年童鞋 T-shirt 接連爆出質量問題，黑貓投訴平台上近3000條吐槽，直指鞋底爛、刺磨腳。當產品質量冇底線，員工待遇遭詬病，消費者自然唔會選擇匹克，佢亦就慢慢從年輕人嘅購物車消失啦。鞋王仲可唔可以揾回賽場呢？進攻嘅製造業大家依然熱鬧，新嘅創業公司層出不窮，但匹克嘅廠入邊，員工討論最多嘅係呢個年頭做咩都難。廠區門口嘅廣告牌上，令中國人着上好鞋嘅標語早就褪色啦，只係提醒人們曾經嘅輝煌唔係幻覺，只係被時代撇喺身後。而家嘅匹克仲喺度講要推進技術創新、渠道改革。但外界嘅懷疑聲從未停止過，業內人士直言，匹克嘅問題唔係單一嘅業績虧損，而係企業文化老化、品牌定位模糊、員工士氣下降、消費者遠離，呢啲比1.3億嘅虧空更棘手。只係時代唔會俾老牌企業太多嘅時間，安踏每年研發投入超40億，用氮科技、碳管顯架打造爆款。李寧靠國潮時裝周圈粉無數，中國李寧成咗超級富豪。而匹克嘅研發投入唔到2億，反覆食太極嘅老本，庫存周轉慢，營銷跟唔上，想要追趕嘅差距早已拉得過大啦。匹克嘅故仔仲未寫完噶，但佢要面對嘅早唔止係安踏、李寧呢啲同行，仲有嗰個跑得越嚟越快嘅時代。鞋王可唔可以返賽場？答案或者藏喺佢係咪真嘅讀懂咗年輕人，係咪真嘅尊重咗每一個為佢奮鬥嘅人，放低曾經嘅輝煌，重新腳踏實地嘅問題入邊。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感謝大家收睇。如果鍾意我節目，請訂閱支持，多謝。我哋下期不見不散，拜拜。